工人里寸金难买寸工人，后生若是不达标，路来必生梦飞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我刚刚听到今天摄影棚这首音乐好好听哦。系哟，今本夜好好自家天时好应该，你我来老观众朋友来介绍客家嘅流行歌曲哦。客家流行歌曲，我印象中比较熟悉的客语流行歌曲，像是《C 妹俺讲》啊、《客家本色》这些歌曲。咦，看来你嘅小琴主播啊，对你客家文化真更专业喎，懂内行咯。那今天小邓老师要为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哪一首客家流行歌曲呢？头也不一样，我先感谢你台南市政府民措事务委员会委托你台台南地区松子城有线电视台来直播好客自家天时好应嘅单元节目，本爱老小琴亮啥，到礼拜三有机会找到了老大家介绍客家嘅多元文化哦。对哦，小邓老师介绍过的歌曲，无论是传统的老山歌、小调歌曲，都好好听哦。私底下和老师聊天呢，才知道几乎都是老师自己唱的哦。什么哦？按样讲啊，我就会当快些哦。当然啦，也是因为了版权啊、老制作费嘅关系啦。今本夜我来老大家来介绍，你客家流行嘅歌曲，一路以来啊，你客家音樂嘅係非常嘅豐富嘅哦。在介紹呢下首歌曲之前呢，我老大家嚟先嚟介紹呢位客家嘅作詞作曲家林子元先生。客家作詞作曲家林子元先生。錯，客家嘅作詞作曲家林子元先生，家下你小琴有講到。客家嘅歌曲啊，四妹暗講，就係林子元先生佢所來作詞作曲哦。四妹暗講，四妹暗講，很強哦，講定啊，隨口就唱出來哦。錯，林子元先生啊，佢係林苗的頭份嘅客家人哦。佢讀書嘅時節啦，就對呢個藝術方面當有興趣哦。佢對呢個音樂啦、美術、文學方面表現也當傑出，尤其啊對音樂方面更加係有興趣。18歲嘅時間呢，林子元先生就自家投稿到唱片公司去，冇想到啊，這個才華呢就本唱片公司來上市，從此就踏上歌曲創作之路。哇，聽老師這麼分析解說呢，客家人才真的好多，好有才華。尤其今天介紹這位林子元先生。林子元先生啊，佢工專畢業做畢了後呢，佢就正式投入作詞作曲嘅工作。怎回事呢？佢係大部分都會寫那個國語嘅歌曲，佢也有寫少量嘅好老歌曲。林子元先生呢，佢自家係客家人，身為客家嘅一份子啊，也有母語漸流失嘅危機感，就會從了1989年時節給他完成第一張客家專輯《四妹暗講》。哦，原來啊，那時大家先會哼閩南語版的，後來反而是客語版的比較紅誒。林子元先生啊，從1989年開始大量來寫當道嘅客家歌曲哦。怎回事啊？佢大部分就會寫親情嘅啦、勵志嘅啦。今本日我來介紹嘅呢一首客家嘅流行歌曲呢，就係勵志嘅歌曲《後生愛打拼》。你下來念歌詞哦。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後生有事唔打拼，老來悲傷枉費心。時間機一分一秒冇等人，就像嘅遊戲無非長流水。啊，光陰時間難得對，青春切莫來浪費。時間機一分一秒冇等人，就像嘅遊戲無非長流水。啊，工人之間難
情。